爸爸也是我的隐私诶。虽然他对我有一点点很多不一样的让我逆境 K 我，对我家暴。但是如果今天不是我爸爸对我家暴，那或许我今天没有求到的姻缘。因为我如果过得很幸福，那时候我后来才知道说，也是他们在别人的口中听到我的故事，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想要来跟郑大哥来度我。所以因为是这个故事，所以我要非常的感谢我的父亲，我今天才有求到，我今天才有第一次站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希望大家也能是我在这边，我也希望我的一点点改变成长，也能够让我的阿爸对道还有信心，我愿意来度我爸爸修道。余生啊，很贵，我们真的不要浪费，好好的珍惜重生的机会。爸爸，若你求道后成长了，全家人增添了笑容，幸福就不远了。弟子萧明姐也叩求鲜活转化，解冤释结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带着爸爸和大家一起快乐的分享，希望大家祝福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很抱歉，我再用到大家的一些时间，我要把这首歌，这首叫《月光》，这首歌要献给谁？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我们。世界充满着希望，满天星星满天，像父亲的光明，温暖地守护着人间。也许这命运考验着你我，挥挥手。手牵手就能抵挡这风浪，别担心，别彷徨，有信心一定强，有微笑就能聚集正能。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悲与恨都放手，让我们用爱来结束。其实我这首歌要送给我们所有在座的道亲。我今天不是来说我的故事，我最主要我站在这边，我当一点点传师。他从去年就跟我说要来上课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可以到9月份，我还在到这边。所以我真的很谢前人、副前人还有点传师，给我一个希望，让我这个机会。这首歌也是要献给所有陈云山新义圣堂、义和圣堂的所有的干部，还有所有的前贤，你们要对道有信心。谢谢隐师宝师，谢谢隐师，谢谢莅临前贤。谢谢人物大哥，你今天载我来，谢谢这堂主，谢谢这堂主教我做菜，谢谢明友姐，谢谢
哦，谢谢很会唱歌的那个玉坤师姐，她在我去国乐的时候，把她那个苹果也送给我，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苹果。那时候我想说，我也要给我爸爸妈妈吃。那时候玉坤师姐就把她那颗苹果也送给我，让我真的很感动，所以我把那个苹果，在我去国乐又多了一颗苹果送给我的爸爸妈妈。哦，真的很谢谢你，哦，谢谢陈元山。希望心开运转。我们自己走不出来，不是别人的事情。别人对你的伤害，只有是那一个当下而已。未来的很多事情，都是我们自己去面对。要记得，卡住了不是那件事情，是我们卡住我们自己的，永远是我们当下的那一刻心情。非常感恩，我非常不好意思对下一堂课的讲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很抱歉，对不起，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前贤让你们待这么久，真的很抱歉。我有一些礼仪规则真的很不了解，如果还能做好一些给他身边人士能够见面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成长，我真的很改变，请你相信到。再次的谢谢你们，也祝福大家阖家安康，把道放在心里面，就像那个地方，时时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政府人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到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你改变就可以看到夕阳的光。我心里面经过了那么多苦，一些挣扎，或许我是去不过努力，但是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我祝福大家快乐一点，跟大家说，福传给福田人、给传师，在座每个人，中秋节快乐，谢谢。谢谢。大众前请。感谢讲师慈悲前到恭，恭到恭，那可以也可以参加分享哦，好，大家请坐下哈。请